以及你们部门所有的员工，都不用来上班了。顾西城，我看你是不是疯了啊？你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吗？你是想玩，你自己回家玩去，别拿公司的员工开玩笑。李老，你不要激动，冷静一点，因为不管你说什么，也影响不了我的决策。顾先生，你别看你人五人六的，你们顾家就是因为出了你这个败家子儿，你奶奶到今天还在为你受累。好了，李老，你现在年纪也大了，该回家休息了。来人，请李老下去休息。你们想把我怎么样啊？我看你是反了你啊！顾西城，你心里还有没有我？你还有没有我呀你？哎，你们对我的李叔叔轻点儿。顾西城，我看你是反了你，跟你没完！好了，现在清静了。有人想说话吗？我觉得你不配当沈冷的领导人。说得好，继续说。你只顾自己玩乐，不顾公司的大小事业就罢了。而且我们在开展工作的时候，你只图自己爽快，耽误公司项目的整体进程。而且，好了，你别说了。会议结束之后，带着你部门的人回家。什么？你说的的确没错，我是一个只会图自己爽快的人。但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部门连续3年的业绩不达标，就这个月，你们跟丢了7个项目，谈崩了3个。我为什么要留一个只会吃饭而不会工作的人在公司？还有谁？露露，哎，少夫人，哎，慢点。你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手镯啊？没有。你再想想，银色的，很细，这样扣着的。反正我刚刚收拾的时候里面没有。你全都找过了吗？我找过了。哎，要不一会儿我去洗衣房的时候再给你找找。洗衣房？哎，我去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你别找了吧，还是我来给你找。方叔要是知道了，